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正月初二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是元旦连假的上尾天，高速公路已经开始有收假要登去上班的车阵啊。高速公路局的预告，会有9个5段较高塞车，建议大家都爱早起出门。高公局预告，今日国道1号、国道3号就北的路段较高塞车，交通量会是平常时的1.2倍。预告交通就北的方向，今日有关的是对早起读到暗时，就北宜兰到北南塞车的时间会是平常时的7倍，建议民众上好早起就出门，路途当中嘛要注意安全。去年2021年，咱台湾上大的考验就是5月份爆发的本土疫情，加在有警察人员的拍拼，甲咱民众的配合，才会当甲控制落来。今年总统府元旦升旗的活动，就由卫福部长陈时中甲60个医护的代表唱国歌。蔡总统嘛发表谈话，强调防疫是展现咱台湾人团结的精神。唱国歌。穿白衫全是医术人员，卫福部长陈时中带领去考中医等60位医护代表，伫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领唱国歌，要感谢医护人员过去2年间无眠无日对抗疫情。因为我讲过，元旦升旗唱国歌，这是一件很高兴而且也容易的事情。我是认真唱，大声唱。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等人出席元旦升旗2022新年的头一天，蔡总统也发表元旦谈话，面对中国对台文攻武吓，正告中国两岸关系不是靠军事解决，提起中国唔通误判情势。我们会坚守主权，坚守自由民主的价值，而我们同时也要提醒北京当局，不要误判情势。更要防止内部军事冒进主义的扩张，军事绝对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面对国内外疫情，甲拄啊结束的公投，蔡总统强调，咱国民众爱团结，透过民主机制解决问题。佮较指出4大公投结果显示台湾走向世界决心。去年4大公投的结果显示了台湾人走向世界的决心。新的一年，我们仍然会就国际经贸多元布局，走出对单一市场依赖，做出更多的努力。面对全球通膨、房价起涨挑战，蔡总统承诺维持经济动能的同时，也会强力阻止不法炒作加囤积，确保房价甲物价平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早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天气会较冷。透早上气温敢出现伫咧南投，敢若9度7，咱来看温度。今日东半部甲桃园以北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有局部的低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透早上气温出现伫咧南投，敢若9度7，不过日时的温度就会转来到20到26度。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变较烧热。不过好天气是无几天，拜三水气就搁变高。拜四开始，北部甲东北部会搁转冷，慢落寡雨。也若是中南部，就要注意温度起起落落，才袂感冒。有真侪父母拢会经新年的头一天，互囡仔出世。不过即马生育率下降，连元旦出世的婴仔嘛愈来愈少。为着鼓励生囝，真侪县市拢有补助，甚至中央嘛规划补助予白生甲歹有生的民众去治疗的费用，所以愿意去做人工婴仔的民众嘛有增加。囡仔床头戴着爱心的国旗大纸，这拢是1月7日出世的元旦宝宝。台中市长罗秀燕来探望，因为因拢是台中市今年头一批摕到生育津贴的对象，金额对去年的1万块提悬到2万块。原来是一胎1万块，从今天开始一胎调为2万。那台中市政府已经10年没有调整这个生育津贴哈，那也因此呢，从今天开始会来实施。除了台中、双北这县市也拢有增加，新北今年开始第3梯的生育奖励金提悬到3万，也放宽这个设籍的条件。7月囡仔出世进前10个月内，爸母其中一个人设籍伫台北、新北、基隆、桃园，现即在新北的人就能请领。不过就算增加生育津贴，这位刘小姐讲，考虑年岁甲拥有这个问题袂阁生咯。应该也不会想要生了，
经济上啊，不管其他的，还是压力蛮大的。伊主关切国庆也是元旦出世的囡仔已经逐年来减少，加生育率也后中央推出催生的政策。去年7月起扩大未生前的治疗补助，半年来有超过2万对未生的阿母接受补助，接受相关治疗的人数也比2019年同期成长58.14%。卫福部设定的试管婴儿的辅助方案，已婚那就确定是不孕症的，可以透过试管婴儿。那这样子会让一些就是原本他想要怀孕但是问题说没有办法顺利的当这些父母亲有一个希望。不过，林院长也认为，用补助津贴来优先这个生育率成效，恐惊也是有限，因为要生也唔生，关键也是在有经济负担甲饲养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联合报，移民署统计，全台湾有55000个失联的移工，家庭看护工占上多。因会逃走的3个主要原因，包含薪水伤低、工课大头重、家己一个人做事精神的压力伤过重，造成因待袂落去。说落来是自由时报，中国最近甲立陶宛经济贸易制裁，立陶宛知名秘鲁的厂商沃夫斯嘛受到影响。不过，立陶宛的媒体是报道讲，伫咧中国造成的损失，会当对台湾的市场成长补回来。立陶宛去年出口咱台湾的量是前年的23倍。上尾是中国时报，国际天然气的价格直直咧起，中油就评估2022年的天然气，甲去年比起来，只有可能会更较贵，无可能会落价。油价嘛袂降。一寡主要发电的燃料拢在起价，今年4月真有可能会起电钱，上济可能会起3%。咱台湾暂无本土病例，毋过有21例的境外病例，其中有1个是伫咧越南染病，检疫期满了后又搁确诊。另外，台北防疫旅馆有3个确诊病例，因拢已经确定是为着 Omicron。虽然讲因的基因定数有一丝丝仔无同，毋过无排除是伫咧旅馆内底烧的。2022年头一天维持本土零确诊、零死亡，不过境外移入21例，美国9例上多，搁再来是越南6例。越南其中2例捌伫当地确诊，一人转来台湾旅馆检疫期满进前又搁确诊。另外21例境外内底有17例是突破性的感染，其他4例正伫咧调查中。年龄介于20多岁到70多岁之间。那他们入境是介于去年的12月17号到10月31号。另外，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连续出现3个人确诊，敢若亲像互相相互感染。经过基因定数，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连雄指出，3个人拢是为着 Omicron 变异株，无排除是互相相互事件。两的个案，他们的基因定序都各有2到4个一个位点的差异虽然他们都是 Omicron 但是不排除这个旅馆的一个群聚。另外，旅馆相关接触者采检上新的结果列出81人，已经有74人检验阴性。甲已经验出的案例17099阳性，也有3个人检验中，以及3个人等待采检。曾连雄表示，若要确定互相相互感染，包含可能的传播的方式，也有发病日等，拢必须搁再调查。到这种为止，社区无传播的问题。我们还要请专家针对这一起的一个这3个个案。那来调查他们的这个可能的传染途径，这边可能要借由我们昨天到旅馆的这个调查的部分，这个发病日的部分，目前还有一些不相符防范疫情的侵入，政府宣导注射疫苗，各县市拢叮当起来。台中市政府更加配合元旦的星期，加开目的地的疫苗注射站。指挥中心也公布，到12月31日，国内头一档的疫苗注射率是79.99%，第二档69.07%，基础加强社注射率0.02%，对家社注射率0.66%。记者综合报道。国外疫情严重，即阵转来台湾过年的人搁多，卫福部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就警告讲，疫情还未到上界严重的时期，咱的防疫会有真大威胁。嘛有医生烦恼讲，Omicron 阴转阳的病例若是增加，咱的社区都会真歹过受。
国际疫情严重，2021最后一天，台湾境外移入确诊数达到41例，从新冠疫情2年以来上悬。卫福部医护会执行长王必成伫面册发出严重警讯，认为这毋但代表各国疫情要看不到观点，继续大量境外移入，也会对边境防疫造成真大威胁，进一步互医疗端压力增加，更加升悬社区风险。41例只是台湾目前的一个情况，未来随着入境旅客大量增加，我们相信这个数字可能会破100。我们对 Omicron 的看法是说，它的阴转阳的几率会相对增加。春节返乡高峰将要到，指挥中心有关防疫规定，初时起入境者要提供2天内 PCR 阴性证明，而且以采检日计算，严格规定，要降低病毒窜入社区的机会。另外，北市防疫旅馆发生确诊疑似群组感染，专家认为更加要注意病毒存在每一个所在。在百货公司啊，在卖场。那也同样是有群聚的活动，而且那些呢，有一些是在户内的，所以那些场所发生病毒传染的风险，其实并不会比跨年活动来得低。我们看团全球，台湾境外移入确诊个案继续呈现2位数。指挥中心严加防范民众防疫措施，有完备淡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目前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2亿8千万例，超过545万人死亡。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总增加21例，目前是17050例。中国超过10万例，日本有173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介济，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5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迄边，英国超过1200万例，法国嘛超过1000万例。下年的活动结束了后，世界各国的考验才拄呾开始。因为跨年的时阵的人阵，真有可能会造成新一波的疫情小话。法国昨就增加22万人确诊。法国总统马克宏就表示，未来几个礼拜会是上界困难的时期。正少摕老母的遗像，倒手放伫后生墓的圣经顶头。纽约圣灵市长亚当斯伫新年第一天宣誓就职。虽然面对纽约最近逐天增加超过4万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问题，法国的问题也真严重。医护人员趁休困的时阵，才门行过跨年，因为大量增加的病人，互因无闲甲无法度庆祝。法国伫咧初一新增加219126人确诊，除了是第2悬的纪录，也是连续第4天确诊数超过20万例。总统马克宏讲，情势真严重。Les semaines à venir seront difficiles, nous le savons tous. Le virus circule et circulera de plus en plus. Des mesures ont été prises par le gouvernement pour y faire face. Et je vous demande à tous et toutes d'y veiller. 亚水面点灯光迎接新年，英国甲全世界真侪国家共款，拢限缩新年庆祝活动。唯一无对跨年做任何防疫限制地区英格兰，元旦同步新增加16,572人确诊，是单日新冠纪录。不过跨年后数字的大量增加。We've just been in so long and we've been following rules for so long, and we just need to enjoy ourselves. 伫桥顶跳入去河内面庆祝新年，这是意大利当地几落10年的传统。意大利境内初一同步新增加141262人确诊，民众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疫情赶紧消退。另外，伫香港维多利亚港放烟火正水，本土已经70几天零确诊。伫最近因为机组人员违反防疫规定进入上古的餐厅，造成到初一至少有3个人确诊。所以港府对跨年活动正注意，认为香港可能是一个第5波疫情爆发的临界点。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旅游杂志《Wanderlust》景出全世界8张上界壮观的耶诞树，咱新北耶诞城耶诞树嘛有入选。其他做伙入选的，阁有美国纽约出名的景点洛克菲勒中心、立德湾的首都纽尔维斯座堂广场、巴西里约热内卢等等的城市的耶诞树。这回新北的耶诞树的主题是letgo的贴仔，加上5花杂色的艺术装置甲灯光是真有特色。不过有杂志就评论讲，耶诞树并毋是固定的假日，开这么侪钱咧装它，可能是全世界上界喜欢的。
一个连假天气好，侪民众趁机会出门游览。台中的武陵农场就请真侪人去赏梅花，合欢山甲云林的落雨松甲新竹的游乐园，人拢是叉。开车坐来到台中的武陵农场，粉色、土红色的梅花大开，敢若伫咧欢迎游客。武陵农场表示，最近是腊梅大开，其他种类的梅花也伫咧开。连假头一天有2000多人入园，找伊赶紧来调度。园区看起来车辆也未真快，不过在合欢山却是人车真多。经由及时的画面来看，游客中心的停车场根本无位通停啊！武陵停也是人车真多，另外边地景点人也未少。要多照几张照片，留下纪念。它就有水池，整个水池这样非常的美丽。对，它各个角度就是有不同的美景。对。希望已经变人的落羽松，水池内底拢是像影，互人感觉敢若伫咧北欧的感觉。云林虎尾的青埔落羽松的秘境，真做上受欢迎的翕相的景点。另外，位伫的古坑桂林村的落羽松有200公尺长，相反有真侪游客来遮翕相。也有伫咧新竹热门的游乐园，也是人真多。游乐园内底服务人员是真无闲，规工园区拢是人。园区统计早起就有超过3000名游客来入园。另外，这个生态农场讲会使甲古水动物真群来互动，也有真侪游客，连甲真侪民众出佚佗。国内旅游的市场敢若慢慢烧落起来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228国家纪念馆最近邀请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李德权，展出以反送中运动做主题版画作品，希望各界会当继续关心香港的局势。版画呈现警察举棍仔拍人，抗击的民众举雨伞抵抗等等。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李德权将进前到香港看到的反送中运动新闻报道，用版画创作，毛作品引入家己伫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被迫取消工课心情。那另外有一种呈现方式，就是他没有办法展出他的作品，所以他只好用相同数量的白纸。这些白纸除了像是有一种被晋升的概念之外，也是一种白色，其实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官方表示，白色嘛象征台湾过去发生的228白色恐怖的事件。作者将自身的观察用版画记录创作，嘛特别甲进前大学生支持反送中的连农场复原保留落来。其实反送中的事件已经比较消失在大家的荧光幕前了。可是其实反送中这个运动，或者是香港人权遭到迫害这件事实，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是现在进行式。官方希望透过香港议题，搁再引发大家对人权的关注，嘛加做台湾的一面镜，互大家知影讲维护人权，无人会当激呱呱。记者电话文林玉凯台北报道。德国3座核能电厂2021年上尾刚关掉，往全面废除核电，开发再生能源的方向发展。这3座关起来核电厂拢已经碰35冬，伫咧2021年的上尾刚停止发电。目前德国阁有3座核电厂，预计咧今年底拢会关起来。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伫咧格罗恩德广场一个冷血塔顶悬用光影写字，讲要为着无核能发电的欧洲这个目标来打拼。受到疫情的影响，全世界真侪所在拢有欠工的情形，影视产业嘛是真吃力。中东欧的国家因为欠影视制作技术的人才，出现有钱嘛请无人的情形。纽约时报为了正好的科幻小说《时间之轮》，主内面是讲一个虚构的世界，吸引上百万的资迷。Amazon 将小说拍摄影集，戏内大部分的场景拢是伫咧捷克翕的，还有到边海的克罗埃西亚加斯洛维尼亚取景。上主要原因是疫情大流行期间，中东欧对影视业者限制较少，拍电影、翕电视拢会当照常。因为疫情封锁，民众拢伫咧厝内，所以各大线上影音串流平台订货愈来愈多，平台对影视作品的需求也增加。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娱乐产业正欠人。A lot of the production companies have to be looking for new, fresh workforce. So maybe they're looking in film schools. They're
trying to hire more people. There have to be backup crews in case COVID takes down certain sections of your crew. 伫过去10年，匈牙利甲捷克靠着较俗的劳动成本甲政策的优惠，吸引真侪影视制作团队，这互中东欧真侪英国以外欧洲上大影视中心。也无因为当地较欠专业的技术人员，外国的剧组钱更较侪，也请无人。芝麻国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互全世界真侪国家防疫措施搁变严。伫芝麻欧洲也有新的疫情的挑战，愈来愈侪突破性的感染，所以剧组毋但是拍片的行程被牵着，成本也增加。伫疫情还未结束进前，影视产业恐惊有更较侪无确定性。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迎接2022年，世界侪个国家拢有放烟火，望新的一年会当平安顺遂。咱做伙来欣赏。在音乐声，澳洲雪梨烟火开始伫空中跳出美丽的舞蹈。在2021年最后一天，各国在着防疫措施无同，正伫迎接2022年的最后时间。澳洲伫雪梨释放长12分钟6栋烟火来庆祝。泰国嘛伫首都曼谷的湄南河放烟火。Happy New Year to everybody. I hope we will overcome COVID and life will be as it was before. 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拉斯海马酋长国伫下年这一天，用无人机放烟火挑战2个世界纪录。当局用500多只无人机放12分钟，超过15000个烟火，这场直播互观众看个真欢喜。最后创下海拔上悬1000公尺无人机的烟火表演，甲距离超过4.7公里的上远端操作无人机同时阵放烟火的惊世纪录。拉斯海马的烟火真精彩，杜拜全球上悬哈利法塔的下年烟火嘛无输因。受到疫情影响，真侪欧洲国家的下年活动拢缩小规模，也是取消。英国是伫个大平镇第12声了后，配合无人机释放小规模的烟火，宣布结束2021年。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天气报理在，今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有低暂雨，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就会变较小热。不过拜三水气变高，拜四开始北部甲东北部拢会转冷，嘛会落寡雨。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19度，中部地区14度到23度。南部地区13度到25度，东部地区16度到23度，外岛地区13度到2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